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明白神嘅心意，忠心到底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以賽亞書55章8到9節。耶和華說：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。天怎樣高過地，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隻皇帝，佢愛從兩隻人選當中挑選一隻做事情又勤又潔又忠心嘅侍衛長，佢就出開一隻嘅題目，愛佢就將皇宮愛求江地杯嘅水抽上來，倒在竹籃地杯。到去下晝，佢就會去看佢條工作嘅結果。一隻周海老前山兩隻人就開始努力嘅工作，佢就將江大嘅水抽上來，再倒落竹籃子去，水即刻都流晒去。佢就要重新做一擺，閒係咁樣。前山好唔耐煩嘅講，皇帝簡直就係真顧我條冤枉啦！就算我條做到明早日，也唔會有結果嘅。我唔做啦，就去搖搖頭，繼續努力。到江地杯嘅水差唔多變抽乾嘅時候，佢就看到在竹籃底有一隻好長光嘅大鑽石，佢就明白去，呢隻竹籃係空嘅，所以佢就看得到愛嚟寶石。結果皇帝稱讚佢係一隻勤勞、識得苦、忠心嘅人才，並且也封佢為侍衛長。我就嚟咩想？有時候我就實在唔明白神嘅心意係乜嘢，一些嘅侍奉遲遲都看唔到有果效，但係神嘅意念仲係高過我哋嘅意念。你係咪正在挫折，覺得徒勞無功呢？再多堅持一下，繼續全力以赴，事情必定會越來越清楚。我哋一起來禱告，慈愛嘅父上帝，感謝你寶貴嘅話語，常常提醒我哋愛順從你嘅心意。我哋愛將我哋手所做嘅事都交託仰望你，尋求你嘅意念，行在你嘅道路上。雖然我哋會遇到挫折和困難，但係我哋相信忍耐和堅持，你必定會彰顯你嘅能力和榮耀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